2日之內要你食足9餐，你哋覺得食唔食得落啊？第一餐嚟中山就一定要嚟食餐石岐乳鴿，一邊喺度食嘅時候，一邊喺度爆汁啊，可以直接啜嘅嗰個乳鴿，你哋食過未啊？第二餐圍爐煮茶，呢個時候天氣唔凍又唔熱，最適合同啲朋友仔一齊戶外活動啦。我哋安排咗圍爐煮茶加一啲小食俾大家，仲可以同啲朋友仔一齊唱下 K。最緊要我哋美味假期仲安排咗卡丁車俾大家去體驗，你睇我哋班老友記玩得幾開心。第三餐我哋食中山燒鵝宴，保證每圍台都有一隻燒鵝同半隻炆鵝，仲有鵝雜菜乾湯、炆三黃走地雞、清蒸山水鯇、蔥花油鹽飯等菜式，俾大家睇我哋今晚酒店係點樣嘅先。我哋美味假期知道香港朋友嘅需求，酒店隔離就係大商場，周圍行街宵夜都非常方便。最令我印象深刻嘅就係呢間酒店嘅睡眠體驗啦，床品舒服，枕頭好穩，整體嘅睡感特別放鬆。第四餐酒店安排宵夜俾大家，有芋圓西米露、生絲炒麵、鹽水煮菜心、菜乾豬骨粥。第五餐我哋嚟到咗第2日嘅早餐，非常豐富，中西式結合，仲有咖啡機，飲埋呢杯咖啡，我哋繼續行程啦。第六餐美味假期獨家合作嘅小欖宮5轉餐廳，呢次我哋嘅主角就係雙鋼火焰巴馬香豬腩，豬皮包到金黃酥脆，嫩到流細汁添啊！呢一啖落去啊，口感非常豐富，有乳豬嘅香香、哈密瓜嘅清甜、醬汁嘅濃郁、芝士嘅香氣，味道真係正啊！第七餐我哋過到嚟醉香園呢邊食個龜苓膏。第八餐粥底菜肉丸打邊爐，有新鮮菜肉丸、魚片同魚腩，魚頭魚尾稍打魚丸，魚皮就攞嚟涼拌，魚骨就有豉汁蒸同椒鹽2種食法，仲有成隻土雞等等菜式，全部落足晒料啊！2日嘅行程呢，就食足9餐，團費竟然只需499啫喎！想了解更多嘅資訊，電話熱線26501628，或者到我哋各大門市分行度報名啦。